今日天气斜线北台湾持续湿冷，各地降雨渐趋缓金。25日冷空气强度仍有东北季风的程度，北台湾持续湿冷，北部及宜兰高温约17至21度，其他地区白天气温稍回温，早晚稍凉。中部及花东高温约23至26度，南部约26至29度。降雨方面，白天仍有华南云雨区影响的水汽，但各地降雨逐渐趋缓，除了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仍有短暂雨外，中南部山区降雨较为局部，中南部平地转为多云的天气。嗑药画面曝光傅达人安乐死最后一刻引泪崩，知名体育主播傅达人去年前往瑞士执行安乐死，让国内安乐死议题获得关注。昨24日，他的儿子傅俊豪和遗孀郑怡、郑正觉举行安乐善终促进会成立大会，由傅俊豪当选理事长，接棒父亲，完成安乐死在台湾合法化的仪式。会中还曝光傅达人生前喝药的画面，傅俊豪表示这影片看一次就哭一次。迪丽热巴儿时照曝光，大眼挺鼻有如洋娃娃，大陆女星迪丽热巴靠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白凤九一角大受好评，因外形靓丽、五官深邃，拥有大批粉丝追随。被封为无死角美女的迪丽热巴，曾被质疑是否在脸上动刀。近日她小时候的照片曝光，让酸民都心服口服。我这一生从不白贼陈怡一句话很打脸吴敦义。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先前被取了白贼义的绰号，近日他参加活动时重新提起这件事，我这一生从来不白贼，从来不贪污舞弊，造成网友热议，也引起爱评论时事的网红陈怡回复了为何接受 CNN 专访。蔡英文自曝原因，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除了正式表态将角逐2020总统连任，并指出中国大陆所构成的军事威胁每天都在增长，希望其他国家一起对抗。蔡英文昨24日再度表示，他接受外媒专访就是要让台湾的声音让国际听到，台湾人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并且要大声讲出来。韩国瑜 vs 国民党4太阳绿媒老董金，这个人支持度意外低，2020总统大选究竟要派谁出马？国民党内部的声音仍然纷杂。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日前透露，在帮国民党所做的最新国政民调中，以高雄市长韩国瑜和国民党4颗太阳比较的结果，人气极高的韩国瑜以29%稳拿第一。令人意外的是，最后一名竟然是他。好狠！男婴出生5天被淹死弃尸，21岁妈怕未婚生子曝光，真的太狠心。苗栗县一名21岁刘姓女子，去年12月未婚产子后没让家人知道，不敢报户口，也没带孩子去打疫苗。事隔2个月，卫生单位及社工上门访视追查，刘女竟突然表示自己是去妇产科割除腹中肿瘤，没有生小孩。直到检警介入调查后，刘女才崩溃坦诚，孩子才出生5天就被她亲手进水淹死，遗体弃尸在家门外的草丛中。检方认定刘女涉犯刑法第271条第1项杀人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之余。23日深夜向苗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所，24日凌晨法院才准羁押禁见。
影斜线迪士尼花车首度海外演出台北灯节游行雨中登场，为期9天的台北灯节昨24日落幕。最受欢迎的彩街嘉年华游行也在下午3点在中华路一段登场。虽然昨日雨势不断，仍浇熄不了民众热情。其中，众所期待的东京迪士尼度假区35周年庆特别游行首次在海外演出，而受到小朋友欢迎的熊赞、粉红猪小妹佩佩等，也让现场气氛再掀起一波高潮。新夜市登场，新店安和夜市好吃好玩，看这里再去。2018年年底新开张的新店安和国际夜市，位在新店安坑。虽然周边没有大众交通工具，只要每到休假日就人潮满满。这个花园夜市到底有什么吸引力？里面又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呢？安和夜市总共分为2部分，一半是夜市美食，一半是游乐区域，让人潮分流不会全部挤在一起，也很适合假日的时候全家大小出来逛街。冲绳直击斜线已是超级巨星火腿辣妹球迷期待王柏荣日职冲绳春训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火腿队台湾球星王柏荣自然受到注目，这是他日职首个菜鸟球季。不少火腿迷虽然遗憾寿司男 Brandon Laird 转队，但王柏荣的表现已经可以让人忘却这件事。